中醫治療坐骨神經痛，可以用正骨手法矯正，加埋按穴位同埋通水。盤骨歪咗，關節就會唔順暢，神經就會受到壓迫。我哋會用輕柔嘅正骨手法，轉一轉盤骨，推一推關節，幫佢翻正，絕對唔會用蠻力，神經就唔會受到壓迫，就唔會被屈住啦。第二，用針灸止痛，幫個經絡通返條路，疼痛就會減輕好多。第三，配合埋中藥調理，如果風寒濕邪重，就驅風寒去濕止痛；如果血瘀重，就散瘀止痛；如果腎虛，就補腎壯腰止痛。日常可以自己喺屋企點穴加湯水，點按還調穴。另外，我哋可以煲啲湯水嚟調理。如果怕凍、風寒型嘅，我哋可以用3片生薑、6克桂枝、5粒紅棗，加少少嘅紅糖。呢個湯水可以暖粒粒驅寒。日常我哋可以用雙寄生15克、杜仲10克、豬骨一齊煲湯，補肝腎又壯腰骨。